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要同大家来分享乜嘅呢？大家啲好，唔管係绘画啊、文字啊、音樂啊、建築，一條東西哦，其實當多東西都係藝術嘅領域嘅其中一項。唔過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绘畫嘅語文、繪畫嘅藝術咯。古時候啲今日愛小嘅一本書地圖吼，按到先民過台灣鄉土風情畫地圖，唔但唱啊小嘅呀客家嘅先民，啲太六個呀污水橋來到台灣當辛苦嘅歌唱，韓國啲台灣三芒大兵，韓老幾啊條先發嘅歌唱地圖，全部都畫到一本書度紅哦。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分享一本當精彩嘅書。今日節目當中，要當榮幸邀請到一本書嘅畫家，韓國一本書嘅編輯者，一下就來細細格格分享一兩位大來賓。先來分享一本書嘅畫家余秀雄余先生，分享余先生。感謝吼，謝這阿群妹小姐啊，個感謝我嘅客家電視台幫我一個節目吼，幫我老太姐家見面。好，歡迎余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哦。接下來係一本書嘅編輯者，歡迎鍾麗華鍾先生，歡迎。大家好，我係鍾麗華，很高興來上這個節目。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哦。韓國有看到呢個余先生，佢真係係呢國寶級的畫家，對不對？國寶級的畫家，因為也地位書藏的當中，可能係也係後生人，也都完全唔比現在年輕人可能都沒有看過的一些內容以及這些畫作。故說，我們想要來請問一下我們的莊老師，莊老師，你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幫余老師來編輯這一本書，整理這本書啊？我本來的工作就是一個策展人啊，因為我是學藝術的，那我也比較沒有時間去從事創作。那我在大概8年前的時候，然後就為了要策劃展覽，然後因為接觸到我們客家文化，那對那客家文化裡面很多那種故事比較有深層的那種底蘊的。你是從哪一個部分會覺得這個客家文化底蘊很吸引你？哪一個環節？我覺得是時代背景的空景，因為空景對一個我們展覽的那個就是規劃是很重要，因為我要回到那個歲月，對，所以是那個歲月感對吸引到你了。對，還有就是我那時候就搜尋，然後就看到有個鄉土伯哦，鄉土伯，對，他的名字叫鄉土伯，鄉土伯，鄉土伯，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因為跟他這樣的結緣，所以我常去他的畫室。哦，就認識了。對，然後我去的那個畫室，很深的印象，到他的畫室是要做一個很大的那種貨梯。對，然後上去以後看到他的畫，非常非常多的都擠在那個走廊。哦，對，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我有空的時候，我一直在找一個空檔的時間。說我以後有空的時候，我想要把他的畫稍微整理一下，然後因為我想要看畫的時候，幾乎都排站連在一起，對，所以我就在這個前年，我就開始又去找老師，對，就想着說，老師你畫那麼多，那系列那麼多啊，那我就想說，我跟他討論一下，說，那我來幫你做個稍微小小的整理，然後我給多一點的人知道你的畫。看看我們的以前的客家的故事，頭擺的故事。嘿，真嘅，先生有算過人嘅畫室地圖，人嘅工作室地圖啊，按度花，全部按用算算，有算過你一共有畫到幾多幅畫冇？冇算過唔啲，全部就對到胸下，全部都對胸下。反正你哋根本標唔落啦。真的呀，改呀貴啊，樣樣拍按太標唔落。
哦，古说你发给发，因为爱看那本书啊，你发给发像那封面，你看就第一，你是用油画的方式来发给。油画。不过爱像那种一般像可能爱韩世嘅时间，一般人接触嘅美术可能都是水彩。对不对？老师，你有没有想要来想用油画来发？油画哈，比较成本高，它成本好高，但是佢嘅抹布你就佢耐心好求180年冇问题。你用水彩你就小可以润贴就係用半年就忘贴就坏贴就冇用贴去，所以考虑到我画伊咧係能擺本子順用，後頭人好了解前人嘅辛苦，所以嘅記錄，所以用好好啲嘅東西要來建立起來。不錯，就是台新本都去發，對不對？用很多的成本，用東後嘅油畫把這個顏色跟故事全部就撈給發出來。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哦，欣賞誒，唐公你係去個無師自通，沒有去特別去學畫的。冇。你係乜嘅時間開始發現，你懂中醫發圖一件事情？係因為我1992年那時之前那時啫。跳擺東勝谷，然後我5個人達標了，成年狀態是只就出去外邊了，猛地個就歐洲慢來就要30孔集結架，看到人嘅結架係保持嘅文化非常嘅完整，有很多博物館啊，cái食材保持咗當好，連人行街咪按條魚都唔係那東西，所以講將來係些人經常見。看到台灣嘅政府冇錢從事嗰個畫家專門有錢人讀書冇去受過苦寥寥無幾就用辦法寫詩，我又唔曉得冇讀乜嘅書，所以講我就用油畫來保持好久嘅時間來畫起來本後台人提供前人嘅辛苦嘅血汗，從創山過台灣舊時嘅生嘅過程。雖然講我唔係嗰樣時出世，唔講我係從記者咁樣去問人、去拜託人、去問過嗰啲後老嘅人，佢又係看過天時，又係看過嗰天象，咁樣天攞起來也是畫出來。簡單呢，因為就像東你可能寫文章是自己去採訪，不過欣賞你沒窮用，你是自己去採訪，不過你喺老爺作品攞佢發出來。你講得出，我都同你發得出來。哇！不過我發現人物就冇人好，因為冇受過佢嘅傳統嘅教嘅。我都發咗冇乜嘅好啊，嘅眼用嘅聲。黑水溝。對，其實你啊，些還人物還冇講當好，冇講當係本講藝術嘅學教來講，我哋。但是我畫是熟悉人嘅樣板上到樣板來為所大的樣板人來環境，我就會走開安樣畫，我冇講佢講佢係乜嘅會走規矩來，我是看到乜嘅有乜嘅東西，佢係背景嘅樣板，全部就攞佢發出來。其實欣賞我有看過你發嘅建築物，畫那些三合院。其實唐公你發嘅建築物發到暗號，係因為其實你有學過設計，你有學過設計，對不對？所以講我把辦公辦弄，要喊那些就希望做廟，所以講認為對了就按了解，韓國有個後來嗰樣是文化是只開建材行，有對建築非常嘅了解。我說其實按到嘅畫作當中，欣賞起家就說唔出來有幾多部畫哦，這麼多的畫作，莊老師你是怎麼從這麼多的畫作挑出107幅來編輯這本書的？到底是怎麼挑選這些畫作？
其实我在选画就是有大概就是用2个方向，因为第一个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血米过团的那个故事，对，所以我从开垦、建屋，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就是就是生活的百态，然后再最后来就是我们的喜庆。一个就是一个圆满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就是有一个有故事性的脉络。对。那第2个就是我会看，就是老师他因为他的画是油画，那所以他在堆叠上面的话，我会选择大概是色彩上面比较就缤纷一点的哦。对，然后就是它的，尤其它的 texture 就是这个质感比较细致的，然后就是主要的是很多的故事是比较我们年轻人看不见的，对，所以我就会跟老师沟通讨论，要不然的话老师的话非常多，对，选都选不完，对不对？对，所以在取舍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意见不同的事情发生。唔过吼，每迄因为吼2-3年都按有心，古所长有按用嘅一本书出来，唔但且吼翻开起来好看，顺风嘅文字咩当精彩哦，有奈到精彩嘅内容，会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同大家来小结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同大家來紹介一本書吼，《鮮明過台灣鄉土風情畫》。其實，我自家看過一本書以後，我感覺佢有一些些像係繪本故事的感覺，因為佢唔單止有動精彩嘅畫好看，還個有動到嘅內容的說明，本大家做得了解到，原來吼，鮮明來到台灣，其實有一段動辛苦嘅過程，也係可能當當人都冇聽過。冇看過，沒完全可能冇了解。故說好得有呀，國寶級的畫家，我們的於老師。國寶級唔敢講，實在係以你的稱呼啦，我遐半路出師啊，冇嘛個師傅。哦，真係好得有老爺就畫留下來。我看到嘛個出畫嘛個東西安樣啦，我聲音過台灣啊，實在嗰樣是你唔係講從你啊散步局有一間店啦，有嘛個好賣，有嘛好食，跳擺吼從我主線吼，讓5台到6台店來。拍沙隊，從小拍沙上水啊，兩兄弟啊，吼，兩兄弟那些苦了，當苦那些開天你的打那吼，讓3萬人族從啊你啊族邊啊太湖頭，兩合短到2萬人。長安鄉同嗎？係啦。太湖頭。長安鄉。係啦，2萬人吼，上3條湖輪流運。輪流運哦。是咯，冇是來是這吼，佢長來是跳擺5動多，係冇碰到是吼，所以5就我唔會死咧，是有水就有5吼，錯啊就有，所以講苦咯，當苦那些電腦機後來就頭愛破離掉的時間吼，當苦咯，佢是番薯緊吼，都冇個番薯跳佢你食咯，冇食佢因來跳5天水食300唔會死。冇時佢講千人死萬人死，樣板我是唔會死啊。5天水就做得食咯。係啊，佢跳5就得啦，同時話跳擺冇講呢度嘛，同肉跳擺沿線做嘛，從啊裡面就要做5天片嘛，哦，唔講像一條故事啊，比如講像鮮明過台灣呀、暗斗故事，可能裡面有發懂得不服這麼多的圖片，其實都是因為有這個莊老師，你經過篩選之後才編輯成這一本書，這樣子的編輯的過程。2-3年會熊草嗎？有沒有意見不合的時候？沒有啦，不會啦。有沒有於老師說，我很想放這一張哎，但莊老師說，這張不要放。因為我太多了哈，你要哪一張我就拿哪一張給你嘛，對不對？他這文字了，所以因為什麼也會有
那个英文，因为这个对，有英文，都会跑到国际版去的东西啊。国际，我希望是这样子。对，所以老师当初规划希望有这个英文的部分，应该是有一些考量，除了希望可以，他也不是为了赚钱啦，没为了赚钱，是讲做冇安样吼。进来就跟朋友走了音乐电视台了，所以讲慢慢就是这样，知名安打开了的是。其实有很多国外的朋友很关注客家，对不对？对啊。因为我是留美，然后我常常会像到国外去做一些我们那个文化的推广。那有一次，在那个加拿大 Vancouver 跟那个 Toronto， 然后我发觉怎么华侨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啊。真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其实客家人在海外是非常多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老师，因为于老师是很正统的那个就是移民，其实他也是从那个唐山移民过来的。对。那我是希望说这个书，然后更多的那个外国的人。可以就是了解我们的台湾的文化这样子，尤其是我们的开垦，我们开垦是很辛苦的。那我希望年轻人是不是也可以那个多多关心一下我们的祖先？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个族谱上面看到第什么18代、19代，从大陆过来台湾的那个祖先的人名。嘿，我哋东菜歌，不过我最近喺东南想象嗰陣時發生嘅情形，故所欣賞就了解發出來。你可能想啊，是像是上路線演唱啊，你時台演歌唱啊，些像是很多人嘅老愛相通哦，像是商業為流目接嘅，所以色彩又酷啊酷。對，有看到吼，其實也。背後就把定這個主公牌，主公牌你都新民，你都要過來，所以講其實在吼，即按因為cái條牌是木栓吼，下潛水都會讓，還大下潛水那些其實唔得來嘛，所以過下一頁也是有那個神主牌，對那個。這個從來那些面上路不是那些前面在準教孫有潛水休息，但安樣吼長開山大啦，過了那些人有好把孫那些搭說結實跳舞啊，搭錯了，跟以前電視劇是有樣東西，做專門就是係安樣開始長道理啊長哦。嘛個要建屋啊，了屋嘛個屋個係科技嘅發展到呢時代，所以幾多人啊，你係自工人到咧，佢唔比咧啦。所以講你係會人擺你係限唔到嘅，人擺你係都吼，未非常珍貴嘅東西，按樣辦未發你啲東西出來，因為保存到啊你係客家人嘅文化吼，所以講親。本政府做一隻美術館吼，也係講財團嚟做美術館那些，佢啱係成日都幾冇個年齡，開隻美術館千多錢，所以人會保留很多道理，很有很多，您攞得全部創頭同阿賣，啱就唔肯賣，所以人會留很多，道理啊攞那些。創來人咪忙啊，講你生冇大咯，死冇大，你了解去做嘛？下班你係成日唔連用辦通嘅。留下來，本大家看到，大家就都得看到也留法。所以講啊，你政府真係冇重視，雖然特色泰國啱嘛，連總統都未見過嘅，但是唔講專門講你啊政府當冇錢，講你啊基本是退咗，但是你啊當重要嘅東西有啊你啊。後頭人那些像地公啊，祖先係用辦嘢了解，韓國唔但唱過來台灣的時節當辛苦，喺台灣大邊的時節沒當辛苦，沒有下動到呀台灣嘅產業吧，像是這個換工的過程。對，從咧。也係啲嘅工嘛計啊。嚇，梗係睇開天，佢條擺冇人為所，點解有水啊？為所安於用別個從啊？呢度條擺咪用開過啊？從解條擺。你個天專門拿魚無，條擺個開天冇有魚些，個水淺吼，用當三角角搞，係又按用錘係又釘子又平，按樣
所以讲係全部一個系統，对，好看快看即天嚟發咯，唔係講簽落嘅好看嚟為所哪發，唔係，我真係按果倉種怎麼樣哦，没错，坎坷都是一個系列要畫出來。然後莊老師這邊還特別注解了做你家做我家合作客家，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客家人的就是团结凝聚力非常的强，那分工合作建自己的家，所以我就自己想了这个 idea 就合作客家。对，合作客家做我们的客家妹，做我们自己的屋家，做我们自家的屋卡，对不对？像咱落木嘛係合평산係為所以落，而家要用牛落，挑擺冇機器啊，用慢落，按機用冇貼按個樹上面鏘。你也敢拿它拿下用落音落没听懂，啊，佢有树搞的呢，它只有吸落一吸的听的，所以它落就强了嘞。好，嗰時候也係頭擺嘅聲音。跟余老師，你自家有參加過，有做過按用嘅寫條？冇落過，但是我落足吼，你我按時吼，落山當個等吼，落了100公斤多嘞。哇！因為佢畫個竹籠吼，啊用個每啲頭頭來佢竹吼，竹老竹啊，先用挖吼，唔屬佢太力度落嚟聽懂？哇！嗰時候也係頭擺人嘅老資費吼，用也有豐盛。很多就失傳了。對，像這個小貨攤咩係小貨攤，頭擺小貨攤呐。小貨攤，也是小部分嘅啦。哦。是講按樣吼。頭擺人吼用小貨攤，按樣別個鄉市是牛眼是按最好嘅，硬係是少少嘅貨攤最好。啱講嘅辦法咪失敗，反火歸繞這種出火出這樣。因為火候控制不好。可能要6、7天，不能睡覺，不能什麼，都是要看那個火。孤單。啊，嗰時候其實也低度沒記錄嘅東島呀，這個產業的部分，都是先民開發的東西啦，大部分的聲音開發嘅，所以從山國泰都每個咱們戲目、咱們葉線目、咱們槍音合土先用，咱們有啲東西有，摸來就按好啊東西有。冇錯，因為像亞下人吼，可能當人唔好看歷史課本，不過吼，你看到一本書，看到一條畫，你就會知道，像在看一個台灣客家嘅歷史演進的繪本一樣。其實當精彩，咩當好看，還有當到故事，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節目當中哦。好，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吼，先民歌台灣鄉土風情畫。其實咩唔係真係一本全部文字嘅書，佢係有畫，還有有文字，看起來像繪本一樣，就得了解到客家先民來到台灣嘅故事，還有看起來真認同神奇。剛剛其實有談到我們的余老師同大家來分享到，你看過嘅也係講你滿到嘅一條記憶，到佢圖像化，或者圖本大家來分享。另外，也還沒有來談過呢這本書的編輯者，我們的莊老師，你最喜歡的圖是哪一些？好，其實我並不是說它是我最喜歡，就是我深刻很有印象的哈。是。那時候我看到這樣的話，我覺得有點觸目驚心，然後也覺得非常的就是，為什麼那個時代有這樣的一個我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哦，對，像我看的那個就是曾君牛，這個我那時候說我很深刻，就是這一幅畫，對，因為我看那隻牛在掉眼淚，對，那我就想說牛會掉眼淚，然後我看到日本人，然後就是為了把我們農民的軍牛抓去。啊，然後因為其實牛在我們就是台灣農業社會是農業社會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需要牛幫我們耕種，對，然後他的耕種的這個應該好朋友對就被帶走了，所以我覺得那個掙扎，然後又而且每隻牛還有那個號碼，對，身上都有編號，對編號，所以那時候我就跟老師討論了這個故事，那我聽了其實有點難過，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我在編這本書的時候，我想要多印證一些日治的時代，
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农民啊，我们的百姓，他所遭受的一些事实的事情，这样子。对，不止这个真菌牛，还有一个是会把骨把它藏起来，然后谷压掉，会空起来哦。因为日本时代吼，日本人吼，冇肉日啦，你要打战打咯，冇肉日冇本钱的时节，你控制啊，你台湾人来北上，基顺讲，你讲几多种，跳摆冇配了，从了国安好，你顺你几多人就本几多国民，同伊寸多啊，寸袂交本政府，征收就对了。政府其实用按征收的方式就吼，但是唔讲啊，你做生意就是唔包讲做人，就是唔拿用个啥做，要食帮饭食饭煮你都个人，是你都安尼个人，又冇做用乜个都冇用控制等，就当初个些就。控国用样板方法就有点讲，有的会受到那些食物大众就摸头啦，作为调整来灌水，有你都你要讲也唔讲，安尼像日本人糟蹋我哋台湾，所以你也全都有上五地讲，要有故事，了到故事专门爱做日本语料，唔爱大时我就唔爱学日本的，因为爱看过的东西，欺负我哋台湾亲吹过的东西，汉字模式用扮演空咯模空，有啲个烛光打空哦，从行安样吼，业个东哦，实在就吼，他木当家的，你唔地话落行哦，其实就系啲袂都病过啦，啲个都，上次你唔可能冇报过事，因上次唔多会讲到，你一只空国枪出嚟。啲袂到伊只国枪，外边只枪，但是结界两寸砖咯吼，有咩同样分落俺是画透视出来给你地体呢。其实面当啊些就用多了变了一千斤，等到成日都睇这个点水是这，但跳去就底下伊只挖掉出来补贴的事啦。哇！你当啥模型啊？没喊有朋友先。所以人家迄过去嘅历史嘅故事，事实，该俩不都系都信奉吼，该信奉就则为所，你也不甲北国人来不，你也全体的，当爱协了后，就全体爱跳摆爱北，人爱北个空个就唔系，用个配料件那些吼。底下是做控骨那些，面当那些就用干片啊欠落冻好势，面当去甲装保证袂咧通底那些讲，其实审查而来检查，去做控好那些面当都要注水咯，饮食中拍，去太粗诶，去讲你啲袂到控骨哦，我顺实个签那本个，你会讲啲袂拄那些控骨个。俺那边伊就开面嘛，去边路就做提起来啦，所以安尼有过关。你种故事都在分享吼，韩国唔单枪案的哦，刚刚有讲到吼，我们的宜兴上有好国设计古所建筑嘅建筑，听说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欣赏宜挖嘅一条建筑啊，全部就像用叉用量嘅，用按准呢，按称呢。佢都要俺希望要拆要寸嘛，要路班站门工拆啊些。要拆要寸啊！是该从该只汤下门吼，那唔系三拆办做市场义，安尼要洗开减开墨嘅东西，空蒙该拆寸做唔得用嘛，所以兴旺咯吼，出灯咯墨嘅东西，让做得用，所以一天就拆出来。我说也系照也建筑嘅工法来做嘅。你唔好讲法，起码唔啲嘅东西，他从该说。给办公门有没有做一张冇该袂落下嘅东西，等照样剥脱按从该送量，专门看到照顺条按打造了嘛，你係成年你都吼，唔會太亂講，唔會講快，唔會呢度，但係練啥要都就個食飽冇條路，因為要點心好食，要扮演好食，所以。該日頭木上日頭乃水，特成對啊，該要到小工填修，所以講為該樣係送量那些吼，分風包分期安樣講好個，總得講退，睇這係講送嘅時賤哦，做唔得退嘅東西，你打造條咪強樣啊，
该你打火的时候，他弄扮演吼，他忍吼，台村忍那些吼，发落啊，这么讲好不？哇，故说我们单枪连，你也冇做过，你唔知啦。冇做过，故说我们单枪连日就建筑挖到东家，还个挖到东传统，就系做头摆嘅呀，建筑嘅工法。对，只有插村做嘅。我有学过的，一般人嘛，你违法的按这样嘛，他是冇办法放到按准。没。佢前多人袂发火风落嚟，那是画外表没内涵。你们去地位都会用办比例，这都唔对的。对，韩国其实没有懂得懂神奇嘅部分，比如讲像亚洲，这一个世纪看起来闹热简洁的呢。起冲啊，跳摆起冲做按天动下啊，出安样东西啊，个彩松石哈，跳摆人开销来买，个。讲的是这样吼，我们老人讲嘢样穿那样穿得样吼，佢穿那啲吊个丝袜的，哟吼，啊，佢托也本机也是，啊穿那是唔顺人样跟条讲的，因为穿身穿的，穿到跳摆路跳路妹就个样啊，垃圾桶做种啊，后来人改替来东西，我穿到个碳板咯，韩国鸦片还有罢工，他真的画得很仔细，还有那个妇女在洗衣服。是啊。洗衣服，对，哦，看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幅画是用同时的，好像很活动的一个景象，很棒，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该这边搞，该是专门吼，行店当中9样设计，原本石头行路不还有美国做。跟没办法，你那边就要吃掉。水好做系乜嘢啲啊？一捞到梯条落去，安样吼，东向西来吼，真嘅，难得。有懂到，比如讲像迄很精致的建筑啊，也係講分析嘅層面啊。不過其實吼，客家雖然沒有一條分落嘅層面，不過沒有一條典型嘅故事。比如講像這個童養媳的部分，對。其實也真件係應該講頭擺較貧苦嘅生活都有按用嘅情況。頭擺我哋台灣客家人嘛真多，也不包吼。最多做體育美酒嚟為數最多，到南洋閩南去吼，從呢個世界有世界嘅人最有客家人最因為春外去，而大病有到土雞偏茶，土有ปู樣，還有到土喺傳毛圈又係發展用品吼，全都唔敢做，那又係人工，不怕其他人耕種係是只攞咧，用半天做那有很麻烦，那些是推着信用有名无实了。对，而且这个注解还写了苦命女寡一生。我呼应一下。我说我帮他选了一个，就是苦命女寡一生，因为其实他是有点像很命薄了。对，其实他是寡命的。你看这个最后都是。新娘已经长这么大，孙杰你就是从那时候来，你那个小孩是他的郎君，他已经像你这么大的年纪，他长大了，他还要你吗？我才不相信。很辛苦啊，现在按用功就变成他就是变成寡妇嘛，寡妇啊，有的像刚才那个哈。背的不是女孩子，那小孩子背的是背丈夫呢。嘿，佢爸嘅、佢男嘅、全部都係嫁老公，嫁老公，唔係嫁嘅生意。不是弟妹呢，不是呢，他就是确实是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梅州，他们高公会，我也是世界客家人客家人嘅高公会，他。体力專攻長愛去，留意個你啊電長途個梅州世界最大博物館，那個台灣敢若最以上人添。很強，古時候因國寶級嘅師傅哦，佢每日咪會來送書哦，送來上會拿到嘢書哦，就會啲啊附起來嘅粉絲專頁，會留言，會回答。唔過問題係嘛嘅呢？我們請莊老師跟大家說一下問題是什麼。好，那
请问观众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什么名字呢？书名是什么？好，记得咯，就是呀哈，记得咯，看清楚的吼。故说今日咩非常什么各位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的收看，咩什么医先生、什么钟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咩什么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看下来做运动了。